無線小花尤嘉欣近年越嚟越 fit， 全靠努力做運動。除咗中意做 gym， 更加迷上咗打網球啊！嘉欣啱啱就喺社交網 upload 咗段短片，主題就係幻想入邊嘅網球少女造型，同現實竟然完全相反，變成包到冚嘅網球大媽碌。先登場嘅就係着住背心短裙嘅網球造型相，好吸睛喎。但原來只係幻想，即係擺 pose 同打卡先會出現。現實入邊嘅網球造型就係變身大媽，由頭到腳包到冚。換咗長袖衫褲之餘，更加戴埋帽、太陽眼鏡同埋口罩，就連休息都唔可以鬆懈，執波亦都要夠快，兼且用毛巾遮面，就係為咗打波避免曬黑。雖然條片睇落就好搞笑，但嘉欣就話超真實，喺球場應該唔會認到佢，仲話呢個都未算最誇，有包得再誇啲啊！又係喎，平時見到嘉欣啲靚相都好白淨，原來背後有咁多功夫，抵你又 fit 又靚啦〜